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7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APEC 伫明仔载举行，台湾代表张忠谋暗示到办国，另外关电本向和习近平伫阴暗的谈论台海。国防安家设立的前助理涉嫌诈领这助理费，目前台北地检署正式分案调查。讲到这 APEC 经济领袖会议，伫明仔载要伫咧泰国办国举行。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也是第6届代表台湾去参加 APEC。伫今日暗头的时阵，也已经到位咯。也强调讲泰国有真侪台商，也希望因的生意拢会做甲强滚。我们这里也有蛮多台商，是不是？是。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很发达都这个生意做得很好。习近平本来要在这里发表演说，结果突然取消这个，我们不知道。不知道。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地要伫伊大的饭店发表演说，落要行程来取消，张忠谋表示伊唔知影，也若敢有拍算讲会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谈论到晶片相关的议题咧，张忠谋是以这拄到位来做理由，并无加讲啥。讲到这 APEC 的经济领袖会议伫泰国要来举行，早起呢有先来举行这部长级的年会，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振中，也个国发会主委龚明鑫代表台湾出席。也因为这届 APEC 会员国加 CPTPP 的会员国，大部分拢是有订台，台湾按算会甲这各国进行一个场边会议。领导代表张忠谋伫今仔日出发进前呢，也表示讲会利用各种机会和各国领袖会面。另外，习近平本地要伫咧张忠谋所住的饭店发表演说，目前行程是已经取消，2个人是未登到。进入会场，甲各国代表交换名片。APEC 部长级年会17早起举行，由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振中、国发会主委龚明鑫代表出席。这一位就伫咧主办方泰国的边仔，美国由国务卿布林肯甲贸易代表戴琪出席。日本的外相林芳正是坐伫对面。This is the first in-person meeting of APEC in 4 years. 因为 APEC 会员国加 CPTPP 会员国大部分订台，然后一定会甲各国代表进行双边会谈，也渴望甲美国代表戴琪进一步会晤。伫 APEC 会场外出现抗议的人，其中有人抱维尼形抗议中国侵害人权。经历一关一关部署，各国领袖陆续到位，各种管制真严。咱国领袖代表张忠谋也伫下晡出发，讲会利用机会甲各国领袖会面。那我也会尽量利用这些机会跟他们交换意见。本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伫张忠谋住的饭店参加企业峰会发表演讲，不过主办方已经改变行程，习近平未出现伫同一间饭店。习近平甲日本首相以及纽西兰总理伫 APEC 场边进行会谈。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看选战，讲到这民众党的新北市长候选人辜鸿安涉嫌诈领助理费，台北地检署今日正式分案，交予这掠乌金的检察官来侦办。针对辜鸿安的前助理李中庭去互指控讲，出国2礼拜是有走路的嫌疑。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这移民署会全力配合检方调查。那辜鸿安竞选办公室也出来讲，李中庭人也伫国内。另外，民众党新北县党部的这个前执行长林冠联又讲到，助理唔是家己愿意立公积金的，要求辜鸿安就要讲好清楚。民众党新北市长候选人辜鸿安家己诈领助理费风波，调查局北基站报请北检指挥17正式分案，交予17号警专组检察官侦办。民进党立委何志伟指控辜鸿安前助理李中庭出国2礼拜执期畏罪逃走。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移民署会配合检方调查。检察官在指挥了哈，那我们移民署会根据检察官他指挥的进度动作，我们全力配合。李先生人目前是在国内的，我前几天还有看到他，希望假消息可以到此为止。
另外，官方案里面册成员得中得入的大文，洪志奇达到选罢法案线，选前10天袂当刊登民调咨询。新竹市选委会已经收到3件检举案件，中选会主委李进勇表示，无民调客观划型无构成违法。民进党新竹县党部前执行长林冠仪顶日向北基站交美国者提供的资讯转述，助理法定资源缴纳公积金高鸿安3号助理。他们真的是比较生气的地方，这个公积金制度绝对不是他们自己自愿上缴的。那委员有交代，那这件事情就大家一起来承担，把它说清楚，钱用到哪个地方。新竹县前三卡都国民党林经庭带列车拼催票，公告高鸿安证据交予司法单位认定。最近炮灰向做民进党新委防点名，甚至市立棒球场甲大车站经会三级跳，批评市政建设之会对价有数。我想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市民是要选择一个可以承担抗压、有责任的市长候选人。那借由这种抹黑转移焦点，那整个新竹市政府的工程，事实上一直都有很严格的一个控管的过程跟行政的程序。新委防反击对手选前告急，才会抹黑市政建设，强调市政工程严格控管8年来执行我10项建设计划，有权经过议会审议通过，若有相关证据会当提过。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中台湾的选战，即台中的蔡其昌和卢秀燕是针对台中歌剧团工程第5届流标2个人对决。另外，伫南投的蔡培辉是请陈时中来辅选，也感谢卫福部增加快筛试剂予南投。不过，可惜话说批评讲，阻挡县政府买疫苗的就是因2人。民进党台中市长候选人蔡其昌17点开车队拜票，针对台中大巨蛋工程第5届流标，今年底动工的时间确定跳票，伊批评市政府建设效率真差，一点都无意外。台中大建设不能够启动一再的流标，就表示市府没有办法把问题处理好，没有办法加速重大建设的进行，所以台中市重大建设这4年来都是延宕的。争取连任的国民党台中市长候选人卢秀燕，早起伫市场用行路邮票，伊讲受到疫情影响，关门了起价，各地公共工程拢有流标情形，市政府会设法调整预算，有信心会标出去。原物料上涨那很多的公共工程非常的辛苦，我们有信心一定会标得出去，因为我们有决心要做。那至少我们预算已经筹编完成，上网招标那确确实实要干。南投甲台中同款是哪里对下局面？民进党南投县长候选人蔡培辉请前卫福部长陈时中陪伊邮票，伊讲疫情期间南投快筛试剂欠缺，好佳在陈时中同意计划，未来会推动台北南投食农教育的小旅行和城市密切合作。阿中部长也赶快去协调，针对老人家，还有特别是原住民地区、原住民的文件站，都来加发这个快筛剂。所以我很感谢阿中部长，然后未来的阿中市长来到南投一起打拼，恰好提醒了所有南投县的县民，这2个阻挡疫苗，那么不把所有南投的乡亲的健康，还有我们的生命放在第一线，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投给他们来选我们的县市长？不过，国民党南投县长候选人柯秀华是讲，疫情期间南投县政府要买80万份 BNT 的疫苗，都是去互蔡培辉讲作是中国疫苗，申请嘛去互陈时中好管。这2个人都是阻挡疫苗2人组，应该向南投乡亲回失的。记者综合报道。搁剩9天呢，就要来投票咯。这国民党市长候选人蒋万安一再强调，伊有这个美国涉股的经验，和外界质疑讲，当初伊是主要协助中国企业伫美国上市。蒋万安今仔日强调，伊所做的工作拢是合法的，也批评陈时中伫咧担任台北医学大学董事时阵去过中国参加交流。不过，这黄珊珊是认为讲，真侪人拢去过中国交流，甚至口说讲，这国民党去中国是去上一届。大家早，我是蒋万安。在车来来去去的路口，甲大家拜票。离选战敢若剩9天，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把握机会争取选民的支持。尤其绿营最近一直质疑蒋万安涉股的经验，是协助中国的企业在美国借人头公司上市。结果这个公司毋是去互注销登记，都是强制落市。
针对这个讲法，蒋万安讲，相关的工作拢有符合法规，嘛反呛对手民进党市长候选人陈时中，过去做台北医学大学董事的时阵，嘛捌去中国参加医疗交流的活动。北医大他们的董事长还特别致辞的时候说，这是北医大跟宁波市卫生委员会他们共同合作，开启了一个成功的典范。所以陈忠先生，你的抗中保台的 DNA 嘞？对蒋万安的公示，陈时中17去南投陪共党的南投县长候选人蔡培辉扫街拜票的时阵，伊强调讲，伊是代表北医大董事会去参加，是一个正常的交流活动。第一个，这是一个公开的行程，并没有所谓的私下交流。第二个，那时候我是北医大的董事。我是代表董事会去的，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活动。去过大陆很多访问，大家都去过，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也不需要特别去强调谁去过谁没去过。但重点是谁做了什么事，所以国民党去的更多，不是吗？17去北投市场拜票的无党籍候选人黄珊珊，对什么人去过中国交流的议题，伊讲真侪人拢有去过中国交流，又个讲国民党有去过唔侪咧。嘛强调讲，无论是什么人，拢希望找到和平，因为对台湾来讲，和平才是上界重要的。记者综合报道。有800几套候选人联合提出1200块首都通交通月票证件，交通部也答应讲会向中央争取补助，引起众人议论，认为先安尼做对其他地区是无够公平。交通部长王国材强调，为着要鼓励大家来坐这公共运输，只要各县市会当提出方案，交通部拢会补助。800几套12块首都通交通月票的证件，结合台铁、公车、国道客运、捷运、U-Bike 拢总5种的运具，各界拢真关心这个资源要为倒位来。交通部长王国材证实，已经咧和主计处讨论经费，中央至少会补助一半，也若这个补助确定会推动到全国。有很多地方可能只是它的经费不会那么高，因为它所搭运具可能是只有公车跟未来的台铁那它的经费就可以低一点。鼓励各县市提案，交通部估算补助要推动到全台湾，一年会需要超过26亿的经费。中南部因为大众运输网络无像800几套遐尔捌，睇到未来各种的交通运具会当整合，而且有月票的优惠，民众的看法是无啥共款。要有一些利润跟一些赚钱，然后去养这些职员。所以如果真的太划算，我会觉得，好像会不会只是说说而已？这样对人民这样子使用上也比较方便了。其实有这个必要性存在。高雄市政府讲，针对中央答应补助，会以台南、高雄、屏东加做生活款的概念，以代替加做城市甲城市之间运输的基础，再个配高雄目前有的票证，发展出南高屏月票的计划，年底就会提报中央来申请。高雄市已经跟台南及屏东县政府研议该公共运输系统纳入 Mango 平台的服务，另外也在上周呢启动了与交通部研议台铁票证系统整合服务。淡江大学教授周胜雄指出，大众运输使用率无悬，核心的问题并不是票价，加上各地公共运输建地的密度无共款，高是补助月票，亲像济伙人等等无共族群需要的交通服务，可能就会颠倒疏忽去。所以，若是要补助，就要精确计算计效，唔通伫短时间内就要落错定案。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昨宣布，荷兰公司艾斯摩尔会再投资台湾。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艾斯摩尔拍算伫南口再起厂房，第一期会投资新台币300亿，大约有2000名员工入来。新北市的经发局也回应讲，会伫咧拜5、拜6办土地招商媒合会。有专家认为，艾斯摩尔会伫咧南口扩大投资，是因为维修和工程师拢伫咧南口。首先，我要感谢艾斯摩。肯定台湾的投资环境。荷兰经理人艾斯摩尔15甲总统会面了后，传出扩大伫台投资的好消息。新北市长侯友宜证实，艾斯摩尔规划伫新北南口工业工业区设置，第一期将投资新台币300亿，大约有2000名员工进驻。艾斯摩尔公司这一次在林口工艺工业区投资半导体设备的精密加工，无疑也是针对新北市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经发局会在11月18号到19号办理林口工艺土地招商媒合会。
总统府表示，艾斯莫尔预计明年7月对东港北部投资案，这也是艾斯莫尔有史以来伫台湾上大的投资金额。艾斯莫尔发声明指出，会继续伫全球甲台湾投资，为公司继续成长做准备，以支援全球客户甲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目前无法度透露新北投资案的相关细节。林口本身就有它的原来的基地，而相关的维修和一些设备的工程师也都聚集在林口，所以说选择在林口扩大投资这个部分是合情合理。那艾斯莫尔无产伫高雄设置，高雄市场单期摆回应厂商投资是根据客户需求布局。高雄已经形成半导体主流，吸引80间厂商投资。另外，半导体专家评估，艾斯莫尔增加投资台湾，对带动台湾半导体产业竞争力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 G20 峰会昨结束啊，新冠国领袖咧则会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罗西亚入侵乌克兰，要求罗西亚就要无条件撤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咧这个外交大舞台，继续和9个国家头人见着面，原本也要和英国首相苏纳克见面，落尾是临时来取消。另外，习近平也正罕见去互翕到伊变面，伫咧骂加拿大总理杜鲁道画面，骂对方不应该甲2个人讲话内容讲互媒体知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伫咧G20峰会了开讲，习近平先是对杜鲁道讲无适合，口气无啥欢喜。而且我们也不是那样进行的。And that's not how the way the conversation was conducted. 如果有诚心，咱们就用一个互相尊重的态度来进行很好的沟通。If there is， 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If there is sincerity on your part, free and open and frank dialogue, and that is what we will continue to have. We will continue to look to work constructively together, but there will be things we will disagree on, and we will have to 创造条件。Let's create the conditions. 习近平的不满可能是因为加拿大媒体报道，杜鲁道对有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加干预加拿大选举，向习近平表示严重的关心所造成。习近平选择伫咧G20峰会作为核子外交的大舞台，包括拜习会在内，2天总共会见9国的领袖，显示各国领袖拢想要了解伊的想法，抑个中国未来的政策。但是英国首相苏纳克本来16要甲习近平见面，却临时取消。中国外交部只跟他讲无相关信息会当提供。我想强调的是，中方致力于同英方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推动中英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希望英方同中方相向而行。英国首相办公室是发声明讲，苏纳克计划要推动伦敦甲北京之间建立坦诚而且有建设性的关系，验过中国构成体制性的挑战，而且是长期的挑战。也个讲到北京的专制领导阶层想要改变国际秩序。这届G20峰会昨日结束，成员国家领袖伫即天发布一份17页的联合声明，内容包括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虽然中国、印度、南非等国家有无同的观点，不过大部分的成员国家拢强烈的谴责，并且提出制裁，要求俄罗斯无条件撤军。而且会后各国领袖并无做阵协商，原因是真侪领导人无愿意甲俄罗斯代表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做阵协商。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译。伫咧波兰边界有一个砖头15去互一粒罗西亚制造的飞弹弹着，造成2个人死亡。这北约和波兰初步研判，这飞弹可能是乌克兰为着要拿查这罗西亚的攻击的时阵，无细力去碰到这个波兰，也强调引起战争的罗西亚就要担起上界大责任。不过，对于发生意外的砖头来讲，这已经造成因真大的惊吓，因也烦恼讲这战争随时发生。大批警车停伫事发地点，爆炸现场已经封锁。波兰边界村庄普热沃多夫15号一粒俄国飞弹攻击了后，居民陷入焦虑甲惊吓。Więc usłyszałam najpierw potężny wybuch, straszny wybuch. Więc podeszłam szybko do okna, no i zobaczyłam ogromną czarną czaszę, która unosi się tam właśnie nad tymi budynkami. Później taką biały dym. No i wszystko zaczęło powoli opadać. No i zobaczyłam za jakiś czas ludzi, którzy biegali. Już byłam pewna, że coś się stało. 居民表示，事发了后规暝袂困去，一直看电视，想要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当地一间学校的校长证实，无辜无名的2个人是后来的职员甲学生的家属。
raczej się nie spodziewaliśmy, aczkolwiek wypadki się zdarzają, wiadomo. Szczególnie w takiej sytuacji, kiedy wojna jest tuż 6 kilometrów od granicy, więc jakiś tam wypadek gdzieś tam kiedyś może się wydarzyć. 这件事件要引起国际紧张，烦恼俄乌战事扩大。不过8月16召开紧急会谈了后指出，初步研判飞弹是乌克兰防空系统拦截俄国攻击的时，意外坠入波兰。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否定这项的讲法，也讲家己有俄罗斯发射飞弹的证据，要求和俄国专家加入国际调查工作。Я не сумніваюся в тому, що це була не наша ракета або не наш ракетний удар. 北约甲美国并无打算追究乌克兰的责任。西方盟友16伫联合国安理会阁表示，波兰和飞弹扫到的源头是俄罗斯，若毋是俄军非法入侵，悲剧根本就袂发生。This is not Ukraine's fault. Russia bear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what happened in Poland yesterday, because this i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ongoing war and a wave of attacks from Russia against Ukraine yesterday. 俄国是回击，早就惯是西方国家疏忽疏失，无顾详实地将一切责任拢撒伫俄罗斯的身上。公司新闻邱婉良编译。美国联邦参议院昨以62票赞成、37票反对，成功把一项保护同性婚姻的法案送到参议院审查。这项法案是要求各州要承认无共州的合法的这个同性婚姻。在其中选举过后呢，这共和党是先摕到218席的众议员的席次，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是才有机会正做这众议院议长。The yeas are 62, the nays are 37. 3/5 of the senators duly chosen and sworn having voted in the affirmative, the motion is agreed to. 美国联邦参议院16通过动议，将一项保护同婚法案送入议庭。这个法案虽然未规定各州使同婚合法，也不过将要求各州承认其他州的合法同婚。The Senate is taking a truly bold step forward in the march towards greater justice, greater equality by advancing the Respect for Marriage Act. It's a simple, narrowly tailored, but exceedingly important piece of legislation that will do so much good for so many Americans. 这个法案得到50位民主党籍加12位共和党籍参议员支持。CNN 报道指出，这显示同婚议题最近几年得到真大支持。Same-sex couples will continue to have the right to get married. Now, without the fear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churches and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will continue to operate and worship free from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This is a good compromise. 民主党希望这礼拜四就会当通过这项法案，会当让这项法案在年底之前送至众议再做表决。因为美国新一届国会2023年1月3就要就职，共和党在16顺利取得过半的218席。赢伫众议院多数党地位。What they promise is largely a series of investigations into President Joe Biden, his family, and his administration. Republicans didn't necessarily run on a unified agenda of what they would bring to Washington. They want to fight inflation. They want to investigate the COVID-19 crisis. 共和党摕到众议，民主党保住参议。美国其中选举了后，国会确定分裂。共和党议员将有多数团款权，加掌控众议辖下各大委员会权力。有希望接任众议议长的共和党领袖麦卡锡表示，重掌国会了后，将聚焦对抗通膨、犯罪、边境安全等3大议题。不过也无排除启动弹劾听书。公司新闻陈慧珍编译。台湾伫太平洋的友邦土瓦鲁是这几年受到气候变迁影响上严重的所在，因为政府即摆也要成立所谓国家来避免国家的人文价值却互海水引起。另外，有世界上大热带雨林的巴西，因为总统当选人也讲，要来严格处理乱劈森林，而且要把这个环境保育放在第一。海景的日头甲沙坡也是水甲，居民穿传统的服装，对节奏等咧跳舞。这是太平洋岛国土瓦鲁上界水的风景。不过，这海岛的风光当地消息，每一年全球的海面是亚关4公分。
图瓦卢到底要引起啊？因宣布一个重大决定，要甲国家选去原宇宙虚拟空间。As our land disappears,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become the world's first digital nation. Our land, our ocean, our culture are the most precious assets of our people. And to keep them safe from harm, together we must stop fossil fuels emissions and fossil fuels production and majorly boost financing for loss and dama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measures. 在南半球的巴西是面临 Amazon 雨林快速消失。根据研究显示，热带雨林会当吸收二氧化碳，对稳定全球的气候是真有帮助。巴西总统当选人罗拉表示，会改变前任政府商业模式开垦的政策，禁止大规模错手啊。O responsável por qualquer atividade ilegal, seja garimpo, seja mineração, extração de madeira ou ocupação agropecuária indevida. Esses crimes afetam, sobretudo, os povos indígenas. 联合国气候峰会18就要结束，不过有关气候的问题要安怎赔偿，具体安怎做才会当减少使用化石燃料，真侪议题拢还无共识，互受到气候变迁影响的国家是感觉唔知要安怎。公司新闻杨眼编译。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0078个本土病例，死亡个案有77人，这疫情渐渐有伫稳定。不过有专家指出，讲台湾的死亡率真悬，有到5%。指挥中心也提出数据来证明，强调台湾的确诊死亡率是 OECD 国家内面的第4低，比南韩、澳洲、冰岛这个国家是更加低。新冠本土疫情稳定降低17摆4，新增加20078例本土病例，比另礼拜4差不多降1成。中当前有137例，死亡有77例。当前个案内底新增加一个儿童密斯氏的个案，是9岁查甫囡仔，双十节捌确诊，3礼拜后出现密斯氏的症头，捌因为分期带入要加护病房，好甲在病房变好，目前伫一般病房治疗。今年累积第174例的儿童密斯氏的个案，也是我们第264例的儿童重症个案哦。本土疫情转好，不过中华民国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最近指出，台湾新冠死亡率悬达到5%。对于这件代志，指挥中心是讲，甲 OECD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比较起来，台湾每100万人感染死亡数，第40外个主要国家是第4低，致死率是第6低，超额死亡数也是第4低。新冠肺炎的死亡数跟这个超额死亡数大概相接近啊，只差了大概800多例啊。那其他国家像新加坡大概超过1倍以上哦，日本也是大概就是它的2倍多哈。那是新冠疫苗18摆5就要开始做 BA.5 次世代疫苗。指挥中心表示，头一批会先配送40.7万份予各地卫生局，相信开始做头一礼拜注射率应该袂歹，暂时也袂用催注的方式。进前各买300万份 BA.1 次世代疫苗，已经注173万人，注射率超过1半。记者综合报道。中选会甲指挥中心已经确定，这确诊者是袂当去投票的。不过，国民党立委就质疑讲，这是无咧想确诊者的投票配套措施，可能引起违背宪法的几率。国民团体也呼吁讲，政府袂当用人民确诊做理由，剥削因的投票权，要求政府就要赶紧规划。限制确诊者出门，就是剥夺投票权。公民团体成员排几排。呼吁政府爱伫严格投票甲防疫的情形之下，互确诊者会当行使投票权。因为中选会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顶一日宣布，确诊者袂当出门投票，引起大家讨论。公民团体质疑讲，包括美国、日本甲韩国等等的国家，拢有针对确诊者设计配套的措施，质疑政府的做法是违宪，剥夺确诊者的投票权。我们会认为说，其实不能够无限制的去以防疫为理由，然后去任意的剥夺人民的各种的权利，那这个是不符合比例的。呼吁我们的相关政府部会能够赶快的、紧急的来研拟相关的弹性做法，来兼顾防疫与投票。毋但公民团体表达不满，那也立委17嘛伫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质询，质疑中选会甲疫情指挥中心以确诊者若是违反投票，会采取事后调查处分的方式来办理，嘛质疑民进党政府的无作为，可能会引发违宪的记录。不能够因为这样剥夺人家的投票权嘛？伊会使卖来，但是你袂使讲你拢袂使来。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他就是不能够出来嘛。一切都要照这个投开票所的秩序去进行。那至于说
是人家检举他，还是他自己声称说是确诊？那这个都是事后，我们请卫生单位再去做查处。另外，受到疫情的影响，不少候选人会分免费的喙罨来做宣传。民众伫投票的迄一天，敢会当挂候选人送的喙罨去投票呢？针对这点，中选会强调讲，投票的迄一天禁止任何竞选甲助选的行为，所以应该要避免挂有宣传意味的喙罨。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大学的国际专修部专门收外国学生，不过即摆有传出讲一个越南学生来台湾才5天尔，就来失踪，敲电话也无人接。经过追查，才发现讲这个学生过去捌用移工的身份来到台湾，学校也讲这学生身份未来会严格审查。现在站起来 ，stand up，ask 3 people， 你是哪国人？老师利用中英文在教室内底上课。中华大学成立国际专修部，目的是要招东南亚更加侪学生来台湾学华语，也方便因毕业了留伫台湾一头路。不过最近却传出有越南籍学生入来台湾才5天，人就无去，电话也关机。新北市移民署接到通报，已经开始进行调查。越南籍有看过1、2次，所以也都没有跟他们互动过。没有。我们所有学生都有家人的联络方式。我们联络家人，家人也联络不到他。我们联络他的电话也关机。学校表示，学生一旦欠课超过规定得退学，而且取消入境资格。联络移民署才知影，原来这个同学怀以移工的身份来过台湾。这些学生的申请入学，我们会先把资料送到移民署过滤。如果曾经是来台移工呢，我们就不予录取。中华大学国际专修部目前有10个系所，招生总名额270个人，其中95人已经注册完成。学校讲未来会严格审查学生的身份。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本地伫偏湖大旗宫饲伫咧地下室饲超过50年的8只石龟，其中3只伫今年热天来死亡，另外5只经过海保署等单位的协调，由水厕所收容。经过几个月观察甲照护，确认这石龟身体健康，而且会当家己找食，达到野放标准。这5只石龟伫昨夜互因登记，登到自由的大海咯。1、2、3。海龟护证人做伙跟出想了后，一步一步往大海飞去。偏湖大旗宫加剩一只大龟，加1只赤石龟，3只青石龟，互人饲半世纪，十六总算重回大海。确认他们这些体表以及游泳的行为正常，而且也能够自行的捕食的情况底下，达到我们野放的标准。大旗宫因为不忍海龟去互渔民掠去食，为民国59年开始陆续收养互人掠到的海龟，因为数量伤济，环境伤客，加慎重氮银镉啊、水质和重金属污染这个问题，也引起争议。庙方持续改善环境，不过今年6月到7月有3只海龟小连续死亡，剩5只互水厕所收容，准备做野放。能够定期的回报它的那个位置的资讯，让我们了解海龟野放之后它的回游的情况。工作人员伫青石龟的脚趾装卫星飘失去，海保署分别伫1只母的青石龟，甲咱国海峡较罕见的赤石龟的身躯装发布器，追踪移动路线这个数据。因为体型大的母的青石龟有机会进化生卵，有研究价值。不过饲52年才野放，有民众烦恼伊的生存能力。海底的废弃物或者渔网都有可能造成海底生物的损伤，即使就是野生的，它都有可能会有这个误触渔网的问题。所以我想这2件事情不能做那么直接的归因。考量生态，当地群团落见海龟登去大自然，海保署偏湖农渔局这单位也希望未来海龟会当搁转来偏湖生卵，也呼吁大家重视海洋保育，才会当互生态永续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伫嘉义县饲乌鱼的面积要到200公顷，一年产量差不多有900吨。今年受到气候影响，饲料成本嘛增加，搁再有一寡鱼温是转做光电器这产量大大减少。目前这产地介绍乌鱼子8两，大约是1000块到1050块，比去年是贵50块，嘛是这25年来起上悬的一届。新鲜的乌鱼为车道倒来，破乌鱼子的工人骹手扭力开始无用。不过业者讲，今年到当天气也是真热，所以乌鱼子的品质甲大小加减会受到影响。
去年10月、11月份都慢慢的有冷空气下来，那像今年是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冷空气下来我们南部，所以就收成，因为乌鱼最主要冷空气才会好，然后今年都没有，所以大家都不是很理想。这阵啊，嘉义县沿海的养殖业者当咧捕鱼子，虽然载乌鱼的车是一台接一台，但是数量甲品质甲旧年比起来，确实是有差。养殖的即卖数量少，因为无好饲，原物料拢起价，人工物资也起价，所以讲今年会起涨幅是这几年同齐。到几成？起初同介少要小成半至2成。业者讲，乌鱼要饲3冬才会当来收乌鱼子，风险甲成本拢真悬，所以开始有一寡渔民转去种田，所伫今年起价的程度嘛打破25冬以来的纪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德国公布全球减碳成绩，台湾是尾仔算来第7名。环境正义基金会今仔日提出气候报告，希望透过调整减碳目标，公民参与讨论生态帮助减碳，甲促进气候预算呢。希望政府会当赶紧来推按这减碳脚步。COP27 特别结束，今年的重点是要将有同款减碳能力的国家地区结合做减碳俱乐部，做伙推动减量。不过，环境正义基金会提出，台湾政府的减碳速度伤过慢，而且对袂到科学家建议的一半的量。5年过去了，到2020年只减了1.8%。那其实，在2030年各国平均应该要减到43%。那现在我们只设下这个20% 的目标，是明显有不足。为了促进政府推动减碳，环境正义基金会提出4项建议：调整减碳目标，公民参与讨论，生态帮助减碳，加增加气候预算。拄则对埃及参加 COP27 倒来的气候行动网络研究中心总监赵家伟表示，台湾若要调整减碳的目标，恐惊无法度甲其他优秀的减碳国家比拼。但如果我们台湾今天没有好好修法，没有把我们的整个气候的自己架构能够加以重整，然后把我们的2030年减碳目标能够加严的话，我们其实是没有条件进来这个俱乐部的。针对减碳行动，时代力量立委柯显智表示，要赶紧推动气候变迁应用法，用法律帮助台湾转型。民进党立委洪成汉是建议政府编列特别预算，带动民间企业投资，让减碳的资源更加完整。记者麦尚英、陈派文台北报道。根据统计，伫台湾逐年出世囡仔有11%是怀胎还未满37礼拜早产儿。伫世界早产儿节即天呢，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呼吁大家就要来关心这早产儿的照护议题。那时候的感受是，其实我们没有像一般家庭对未来充满希望，我们只是觉得，如果明天我的小孩还活着的话就好了。李小姐的囡仔是25周就出世的早产儿，伫保温箱短2个月，儿童中重症病房1个月，即马健康成长到4岁。可能有点过动，然后也是有一些低张力，就是比较容易跌倒。可是他的进步我们看得到。为了帮助姐姐有新的妇女，早产儿基金会今年也推出手机 App， 帮助有新妇女追踪身体状况。医师表示，若发现家己是高风险可能早产，伫生产的时就要选择设备完善、有新生儿专科的医疗院所。母体转送其实比生下来新生儿有问题之后再转送，这样的话是比较安全。然后有新生儿加护病房的医院去生产，无缝接轨。那所以整个住院期间就是解决这个急性问题，后续的需要追踪的事情，然后成长到一定的程度就开始说，回家他们会担心说怎么照顾这个孩子。那有些孩子甚至有一点后遗症，回去还要追踪甚至复健。小儿科的单位发生经营上的困难，因为病人数不够多，所以经常没有办法维持一个重症单位的营运。试水员表示，为了解决少子化造成早产儿照护病院减少的问题，卫福部也当咧设计划，希望每个县市至少有一间24点钟通照顾早产儿的病院，预算也当咧向行政院申请当中。记者郭本条随台北报道。讲到做米红仔甲古纸，则伫咧宗教仪式会当看到，一寡传统技艺即摆也变做是动画影片主角。台北乐器馆上盖新的展览“天价舞动画”，小介两位艺术安怎把这个传统技法运用伫动画作品顶头。这展览是到明年5月。
将做自闭翁仔的传统技法运用伫动画作品顶悬，艺术家黄文贤出身伫自闭翁仔世家，同款用传统古纸技法做天格舞动画，佮有厝内做古纸的张翅展。因就咧思考讲，因为可能咧做的过程当中，伊会甲伊原本所学的物件，甲伊细汉所经验的物件，会去牵连着，所以因就用因的学到的这个技法。运用伫因的动画的人偶顶悬。台北王戏馆表示，大家对自闭翁仔也是古纸、像金童、玉露等等，拢停留伫传统的印象。不过，这两个艺术家带入创新，亲像黄文贤，就用自闭翁仔做有关社会议题的影片，张翅展嘛将古纸变做当代艺术，画面通看到电脑动画所无的手感。透过这个画面，看这个质感、质地、纸的这个皱褶感，还是这个。黄云玄伊的作品内底，这人偶迄个触感圆润的啦，或者你感觉好像手一摸，很用力一挤啊，会规个耐了。所以可以透过画面去看到迄个质地伫的。台北王戏馆表示，大家看到一出底片，实际上因着要翕几若档，真无容易。这天格舞动画展，嘛展出作者的手稿、自闭翁仔、古纸、电镜等等50件作品，互外界通看到传统文化技艺安怎求新求变。记者电视台台北采访报道。咱常常听人伫咧讲，这戏棚骹徛久的人个，今年这金马奖的终身成就奖颁发予两位摄影师，一个是长期伫咧翕纪录片的张照堂，另外一位是今年已经92岁拍电影的罗成英。罗成英拍过60几支的影片，而且是导演李行长期合作的摄影师，捌得过3座金马摄影奖。今马伊退休了后，也把这个文物捐予国家影视厅中心，卖去协助这电影修复的工作。没有修跟没有修的话差很多嘛。它那个红色的那个部分，这个就会连色的那个红色的部分会显现出来。没有修之前已经褪色掉，把那个原有的那个红色已经减低了。伫下尖尖的房间内底解说色调的差别，提供意见予电影修复师。今年得到金马终身成就奖的摄影师罗成英已经92岁啊。过去捌得过3座金马摄影奖，其中一支得奖的电影就是1972年的《秋决》。立秋论决，是为秋决。整个秋节啊，他那个故事来讲起来，会很低沉的那种气氛。所以雪景里面看起来是在下雪，但是不会那个下雪啊特别明亮的那种感觉出来。这个是整个片子的那个色调要控制在这种。好像低沉的那个情况下，老夫人，回去吧。我要等他。罗成英稳稳啊说明，伊安怎调整光圈，翕出背景淡薄仔雾雾的感觉。这台摄影机是伊的宝贝，翕过40几支片，包括16支伊家己导演的电影。伊嘛甲咱分享，伊咧翕我是一片云的时阵，安怎制作出金马奖的特效。在某一个角落，要造成某一种光线的那种柔和的那个效果啊，就是用凡士林在那边涂。笑讲过去，这个片拢40-50年以上啊，不过较大真侪美角，罗成英也是记条条，所以近摆国家影视厅中心邀请伊来看电影数位化加修复的结果，拢会听到一寡文献顶悬无写的代志。之前曾经有请赖赏看过一部片，那部片是他导演的最后一部片，叫《人头蛇》，然后他跟我说，哦，那些片段全部都是香港的片商自己加进去，自己后来再拍、再加进去的片段，那些都不是他的作品。退休伫要30年，罗成英真欢喜这届金马奖各家伊的机制。前几年，伊嘛将伊的文物拢捐予国家影视厅中心收藏。伊也会当去有这场所，慢慢伊会用去陈列历史，这电影
的过程啊，这器材来展示嘛是加很有价值的意义的吼。访问的时，金马颁奖典礼春过外过，大声演讲感言也袂上好势，因为70几档的电影人生，讲来要感谢的人甲事是乐乐长。最后是真简单，啊，一个轻松幽默的话啊吼，若会当3、5句安尼，会拢表达到安就好啊。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新北报道。传统毋那是传统，而且传统也会当创新哦。咱来看这歌戏，若阵甲西洋的 jazz 音乐结合做伙，会变作是啥款嘞？导演刘良言的创新的新戏上难度，就是用这款下冷曲的结合，先带观众朋友来去先看先赢。人讲交保存心意，美目情花。中国民调诗人马湘兰因为会晓画图写诗，吸引真侪男子慕名来看。这是李清照私人剧团感伤动作派推出的新戏《湘兰图》。导演刘良言以台湾歌仔戏做基础，配合京戏甲西洋 jazz 音乐。伊讲 jazz 甲歌仔戏拢有自由版，所以融合起来颠倒袂冲突，可以当展现出东西方的艺文特色。在爵士乐的严谨当中，里头有一个松弛的东西，其实跟听戏跟东方的戏曲非常像，看起来很严谨，但是里头事实上是有一种自由在里头的，也就是即兴的部分。歌仔戏演员陈武安讲，这回甲导演合作，上欢喜的就是有现场的演奏。不过因为是结合西洋的音乐，所以爱改变传统的歌仔戏腔，配合一寡和弦。确实是音乐甲演员会使做伙一个佚佗啦。我甲你讲一句，你甲我应一句。中有一寡爱听和弦，唱咧。迄个甲和弦爱合的做伙的部分，所以伊有伊的难度伫咧。另外，英国演出正大青衣的李正峰，嘛因为湘兰图戏剧的风格改变演出方式。伊讲，这个剧本互伊自在去表现，真侪身段拢是过去伫歌仔戏台顶无演过。迄个眼神动作甲伊肢体语言吼，会表达拢足活的，然后足有神的，而且伫咧台顶表演吼，会感觉讲会当互我足随心所欲安尼。高公良文教基金会规划酷一剧场，10月19开始连续3个拜6礼拜，伫台年大楼视频厅，总共要搬3出戏。除了李清照私人剧团的《湘兰图》，阁有潮兴花培雷峰塔甲刘冠雄工作室的舞蹈表演。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美国为着要登去月球的第一阶段阿提米斯计划，伫台湾时间16下晡2点多，甲6号7号太空船撒入去太空轨道。伫台湾时间16暗时，太空船是哪行也甲这地球的影像哪翕落来。这是1972年12月阿波罗17号的任务以来，让半世纪搁再对这太空船翕到地球影像。Orion looking back at Earth as it travels toward the moon 57,000 miles away from the place we call home. 继49年个11个月，人類再次為射軌道的太空船以自翕的方式留落地球的影像。As we continue to marvel in this spectacular image here in Mission Control Houston, you have a great view of the Orbital Maneuvering System, or OMS engine, that main engine on the top left of your screen there. 按照预定的程序，炸掉6号车太空船的最后10岁前，射地球轨道几年了后，会脱离地球飞向月球。进入月球轨道了后，会顺月球轨道飞行，收集必要的资料了后，高飞返来地球，高地船返回大气层进前，太空船要到最后10岁前脱离。We're going to be going 40,000 miles past the moon, getting into deep space, analyzing all the data from the anthropometric dummies on board, looking at the radiation environment. The most critical thing is going to be coming back home at lunar reentry velocities and getting a test of that heat shield on that skip reentry and making sure that it performs as it should before we put crew on board the Orion spacecraft. 伫 NASA 发布的影像，6号7号驾驶舱内指挥官坐回的家人，号名坎普斯，是纪念已经过身 NASA 工程师阿杜洛坎普斯。伊伫阿波罗13号任务中，主导解决太空船电力系统问题，互太空人将基本会当平安回来。Hello, Houston. This is Odyssey. It's good to see you again.
另外一个受注意的焦点是，这个史努比造型的翁仔穿 NASA 感马小太空衫，伊毋是单纯的装饰品，是为了测试6号星号敢是正伫零动力状态的指标仪器。阿提米斯1号任务预定进行25天11小时36分钟，若一切顺利，6号星号重返地球降落伫太平洋的时间，会是台湾时间12月12透早1点42分。公司新闻七家真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2度到28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0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9度到26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